都老人基金会所举办的本土骑士10天的环岛的挑战，今年是有23位的长辈仔来参加。这讲这个本土骑士团骑到大甲，担任着公益大赛的艺人卢广仲惊喜现身，帮阿公阿嬷来加油。 一家人戴安全帽骑乌托摆来到大家长照机构休困，才发现讲骑乌托摆拢是老大人。原来这是风岛老人福利基金会所发起的本土骑士环岛挑战活动。今年嘛就有23个平均年岁75岁老大人来参加。 其中上侪岁是98岁郭清心，即摆嘛是第3摆参加本土骑士，并且做领队。伊希望讲100岁时过会使骑车环岛。尤其像阮即款年纪的时阵哦，活动家己出来咧活动的时阵啊，安尼是足好的安尼啦。做公益大赛艺人卢广仲嘛特别甲这阿公阿嬷做伙算。 基金会嘛表示讲，即摆将用10天时间展开总长1145公里的环岛旅程，嘛希望讲会使完成1200万募款的目标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